2026年 AI 開始真正取代人類嘅工作崗位，你心入面或者都曾經閃過一個念頭，下一個會唔會就係自己？但係 Stanford 一項長達30年嘅研究，得出咗一個你或者意想唔到嘅結論：最先被淘汰嘅嗰一種人，並唔係能力不足嘅人，而係停止咗學習嘅嗰一種人。更加值得警惕嘅係，一個人會唔會停止學習，並唔取決於佢有幾忙有幾出色，而係取決於佢腦海入面一個連佢自己都未必察覺到嘅信念。而呢個信念，或者此刻正喺度悄悄咁拖住你前進嘅步伐。今集我哋繼續用廣東話一齊深入解讀全世界最值得閱讀嘅好書。呢一本《心態致勝》全球銷量超過1500萬冊，連 Bill Gates 亦都公開推薦。唔少人以為呢本係一本講正能量嘅書，其實並唔係。佢真正探討嘅係點解有啲人能夠持續成長，而有啲人去到某一個階段就停滯不前。而喺 AI 呢個時代，呢個分別變得前所未有咁關鍵。因為當你掌握嘅技能隨時被機器取代，你仲有冇能力學習新事物，就直接決定咗你能唔能夠繼續立足。睇完呢條片，你將會明白3件事。第一，點解有啲能力出眾嘅人反而最容易被淘汰？第二，點解你細個聽到嗰句你好聰明，有可能正正係今日拖住你嘅根源？第三，由今日開始，你可以點樣親手扭轉呢個信念，重新成為一個能夠持續學習嘅人？請務必睇到最後，因為最實用嘅部分將會喺後半段。核心兩種心態。咁呢個能夠學習同停止學習嘅分別究竟源自邊度？整本書其實圍繞住一個簡單到令人意外嘅答案。Dweck 發現全世界嘅人大致可以分為2種心態。第一種稱為定型心態，呢一種人相信人嘅才能、智力、性格係天生注定、固定不變嘅，出色就出色，唔出色就唔出色。聽落似乎冇咩問題。問題其實相當嚴重，因為假如你嘅能力係固定不變嘅，咁你嘅人生就會變成一場永無止境嘅證明。每一次考試，每一次求職，每一段關係，你心底嗰把聲音都喺度問：我今次係成功定失敗？我睇落聰明定愚蠢？我會被接納定被嫌棄？於是失敗對你嚟講就唔再係呢件事做得唔夠好，而係我呢一個人根本唔得。第二種稱為成長心態，呢一種人相信才能只係一個起點，係可以透過努力、學習同經驗逐步培養出嚟嘅。不過 Dweck 亦都講得好清楚，成長心態並唔等於話人人都可以成為愛因斯坦。佢嘅意思係一個人真正嘅潛能係冇人能夠預先估計嘅，你無法預知經過多年嘅熱情、苦練同訓練之後，自己最終可以去到幾遠。定型心態經常會問：我會唔會睇落好愚蠢？成長心態經常會問：我可以點樣變得更加出色？就係呢一念之差，將2種人帶上2條截然不同嘅道路。研究起點，一班享受失敗嘅孩子。呢一套理論究竟點樣嚟？故事要返到 Dweck 年輕做研究嗰陣，一個徹底改變佢一生嘅畫面。當時佢將一班孩子逐一邀請入房間，請佢哋砌拼圖。最初幾題比較容易，之後就越嚟越困難。佢原本以為孩子面對難題嘅反應會有所不同，但佢冇預料到差異竟然如此巨大。其中一個10歲嘅孩子面對一份難到佢滿頭大汗嘅拼圖，竟然搓搓雙手，興奮到大聲講出嚟：我最中意挑戰。另一個一邊做到滿頭大汗，一邊抬起頭，帶住滿足嘅神情講：我啱啱仲喺度諗呢一題應該幾有啟發性。Dweck 當場呆住，佢心諗呢啲究竟係咩孩子？佢一直以為一個人識唔識面對失敗係天生注定嘅。但呢班孩子根本冇覺得自己正喺度失敗，佢哋認為自己係正喺度學習。就係呢一個畫面成為咗 Dweck 30年研究嘅起點。呢度仲有一個相當諷刺嘅事實，你以為 IQ 測驗係用嚟標籤一個人天生有幾聰明？事實恰恰相反，發明 IQ 測驗嗰位法國學者 Alfred Binet， 佢本人嘅信念係透過練習、訓練同正確嘅方法，
人係真係可以變得比從前更加聰明。佢設計呢個測驗，目的係揾出邊啲學生需要協助，而唔係為咗將佢哋判定死刑。失敗嗰一日，同一件事，兩種反應。John Mack 曾經做過一個非常貼近生活嘅測試，佢請參與者想象以下嘅一日：你去上一堂你十分喜愛，亦都十分重視嘅課，教授發還功課，你只係攞到一個 C 加分數，你感到非常失望。夜晚返屋企途中，你發現你架車收到一張違例泊車罰單，你致電最好嘅朋友想傾訴幾句，對方卻只係敷衍幾句就掛斷咗電話。僅此而已，一個 C 加分數，一張罰單，一通冷淡嘅電話。定型心態嘅人會點樣反應？佢哋嘅原話係：我覺得自己係一個廢人，我係一個徹底嘅失敗者，全世界都比我優勝。甚至有人咁講：我覺得自己好似一灘爛泥。請恕我直言，究竟係發生咗死傷慘劇，抑或只係一個 C 加分數，一張罰單，一通電話？但定型心態就係有本事由如此微小嘅事情演變成我整個人都完蛋嘅崩潰同癱瘓。而成長心態嘅人面對同樣嘅一日，佢哋又會點諗？佢哋會咁諗：呢個 C 加分數提醒我要付出更多努力，而整個學期仍然有時間追返。我會檢視試卷邊度出錯，泊車更加小心，再賽返朋友傾談，了解佢嗰日係咪心情欠佳。請留意，佢哋同樣會感到失落，冇人會話失敗係一件樂事。分別在於，佢哋唔會即刻為自己貼上我係廢人嘅標籤，然後就此放棄。失敗係一個動作，並唔係一個身份。呢度正正係兩種心態最大嘅分水嶺。紐約時報曾經有一篇文章咁形容：喺定型心態之下，失敗會由一個動作慢慢變成一個身份，由我呢件事失敗咗變成我係一個失敗者。但喺成長心態入面，失敗依然會痛，但佢並唔會定義你，佢只係一個要面對、要處理、要從中學習嘅問題。書中有一個極為深刻嘅例子，Jim Marshall 係美式足球隊 Minnesota Vikings 嘅後衛。喺一場全國直播嘅比賽入面，佢執起地上嘅皮球，全力奔向底線，全場歡呼。但係佢竟然跑錯咗方向，將分數送咗俾對手。呢一刻係佢人生最難堪嘅時刻，羞恥感幾乎將佢淹沒。但係喺中場休息嗰陣，佢咁諗：如果你犯咗錯，你就要將佢糾正返。我有得揀，我可以繼續坐喺度自怨自艾，又或者我可以做啲嘢去改變佢。結果下半場，佢打出咗職業生涯數一數二嘅表現，幫助球隊贏得勝利。佢冇俾呢一個錯誤定義自己，而係反過嚟掌控咗佢。而呢一種分別唔單止影響成就，仲影響你嘅情緒健康。Track 嘅團隊曾經追蹤一班大學生喺2月、3月呢個情緒最低落嘅季節嘅狀態，結果發現定型心態嘅學生唔單止更容易陷入抑鬱，仲會因為不斷咁諗呢個挫折證明咗我冇用，而越嚟越消沉，最後乜都唔做，自我放棄。但成長心態嘅學生呈現出一個令人震驚嘅相反模式，佢哋越係感到低落，就越係採取行動去面對問題，越係難受，就越係堅持住自己嘅生活同學業，越痛苦反而越堅定。最反直覺嘅一課：努力與及稱讚嘅陷阱。呢一個部分係整本書之中，我認為最值得每一個人，尤其係為人父母者細心聆聽嘅。對定型心態嘅人嚟講，努力係一件壞事。點解？因為佢哋心入面有一條公式：假如你真係有天分，你根本唔需要咁辛苦。所以一旦需要努力，就等於證明咗你能力不足。於是佢哋寧願唔嘗試、唔爭取，因為唔嘗試就唔會暴露自己嘅缺陷。但成長心態恰恰相反，努力正正就係令你變得出色嘅關鍵。而由呢度引出咗 Dweck 一個極為重要嘅警告，關於稱讚。我哋經常以為讚一個孩子你好聰明，係喺度建立佢嘅自信。但 Dweck 嘅研究發現，稱讚佢聰明，其實係喺度為佢安裝一個定型心態。因為當你讚佢叻，佢就會逐漸學識我嘅價值來自睇落聰明。於是佢之後會本能咁回避一切可能令佢睇落唔聰明嘅挑戰，選擇容易嘅，回避困難嘅，一遇挫折就退縮。咁正確嘅做法又係咩？應該稱讚佢嘅過程，稱讚佢嘅努力，佢採用嘅策略，佢嘅堅持。例如，我留意到你嘗試咗幾種唔同嘅方法，我留意到你冇放棄，咁樣先至會令佢愛上不斷進步呢件事本身。請記住一句，唔好稱讚結果，要稱讚嗰個過程。
而呢個研究仲有一個令人不安嘅發現，當研究人員之後俾機會啲學生匿名寫低自己嘅成績，被讚聰明嗰一組竟然有接近40%人講大話，虛報自己嘅分數。Dweck 嘅結論發人深省，我哋只係話俾一班普通嘅孩子聽你好聰明，就足以將佢哋變成講大話嘅人，因為喺定型心態之下，缺陷係羞恥嘅，尤其當你被認定有天分，承認不足就等於拆穿自己。點解最有天分嘅人反而最唔敢嘗試？講到努力，書中有一個故事，我認為特別值得每一個感到卡住咗嘅人聆聽。小提琴家 Naja 10歲就已經同費城交響樂團合作首演，係公認嘅天才兒童。但當佢入到頂尖嘅 Juilliard 音樂學院，佢嘅老師發現佢嘅技巧充滿咗壞習慣，極需糾正，而佢拒絕改變。到咗10幾歲，佢眼見其他同學一個一個追上，甚至超越自己，佢陷入嚴重嘅信心危機。佢嘅原話係：我一直習慣成功，習慣報紙叫我做天才，而家我覺得自己係一個失敗者。呢一位天才竟然開始害怕嘗試，佢甚至連小提琴都唔願意帶去上堂。點解？佢自己一語道破。佢話：如果你去試音，但你冇真正盡力，冇真正準備，咁就算你輸，你都仲有一個借口。但最難講出口嘅一句說話就係：我已經全力以赴，但仍然唔夠好。呢個正正就係定型心態最深層嘅恐懼。一旦你全力以赴而失敗，你就再冇任何借口。只要你唔試，你就永遠可以同自己講：我本來係做得到事。幾多人嘅一生就係困喺呢一句我本來可以入面。網球名將 Billie Jean King 講得最好，佢話人生到頭嚟係睇你想回望嗰陣講邊一句說話。人生去到盡頭嗰陣，你會想回望自己一生，然後講邊一句說話。一種人到最後只可以講：我本來係做得到，次次只係我從來冇試過。一世人嘅天賦原封不動，一次都冇用過。另一種人可以好坦然咁講：為咗我所重視嘅事，我已經全力以赴。想清楚你想回望嗰陣講邊一句，然後揀返你嘅心態。真實案例由平凡到傳奇，只差一個信念。假如你仍然認為天分先係決定一切，咁不妨聽聽以下幾個書中記載嘅真人真事。你以為呢幾位都係天才？達爾文同托爾斯泰細個都曾經被視為相當平凡嘅孩子。史上其中一位最偉大嘅高爾夫球手 Ben Hogan， 細個係出名嘅手腳不協調，笨拙非常。上一個世紀最重要嘅攝影師之一 Cindy Sherman， 佢嘅第一個攝影課程竟然不及格。而 Patricia Miranda 嘅故事最為熱血。佢細個係一個身形肥胖、毫無運動天賦嘅學生，但佢偏偏立志學習摔角。第一次上場就被對手擊倒在地，仲被人嘲笑：你簡直就係一個笑話。佢痛哭一場，然後下定決心：我一定要知道努力、專注、信念同訓練能唔能夠令我成為一名真正嘅摔角手。結果如何？24歲嗰年，佢取得美國奧運隊資格，並喺雅典贏得一面銅牌。之後佢又做咩？佢入讀咗耶魯法學院。當時有人勸佢留喺已經出色嘅領域就好，但佢認為由零開始，再看看自己今次能夠成長到幾遠，先至更加令人興奮。而最諷刺嘅係，嗰啲我哋以為天生神力嘅傳奇人物 Michael Jordan， 公認史上最偉大嘅籃球員。但你知唔知佢中學嗰陣曾經被校隊淘汰？佢當時傷心欲絕，佢母親叫佢返去自我鍛煉，佢真係聽入耳。之後佢每日清晨6點就離開屋企，喺返學之前去練波。即使去到名成利就嘅高峰，佢嘅苦練依然係出晒名嘅。佢嘅助教曾經咁形容佢：一個不斷想升級自己天賦嘅天才。至於發明家愛迪生，我哋腦海入面總係浮現佢一個人喺實驗室靈光一閃，發明電燈泡嘅畫面。但事實係佢身邊有30位助手，包括訓練有素嘅科學家。電燈泡亦都唔係一瞬間嘅發明，而係一整套耗時嘅研究成果。真正令佢與眾不同嘅唔係天賦，而係佢一世人嘅好奇心同苦幹。所謂天才，往往只係我哋見唔到佢背後嘅努力，而呢一個分別喺商業世界同樣咁致命。Lee Iacocca， 當年 Chrysler 嘅傳奇行政總裁，喺取得成功之後，佢就染上咗 Dan Weck 所講嘅行政總裁病。佢身邊只保留崇拜佢嘅人，驅逐所有提出批評嘅聲音，將同一款汽車反覆推出，最終同整個市場完全脫節。佢淪為一個拒絕學習嘅人。對照之下
Lou Gerstner 接手陷入困境嘅 IBM 嗰陣，大刀闊斧咁推行改革，當時股價停滯，華爾街嘲笑佢，稱佢為失敗者。但係幾年之後，IBM 重新成為行業領導者，同一個位置，兩種心態，兩個結局。頂尖機構係點樣揀人嘅？而呢一點唔單止係勵志故事，全世界最頂尖嘅機構根本就係用呢個原則嚟揀人。當 NASA 公開招募太空人嘅時候，佢哋做咗一個出人意表嘅決定。佢哋拒絕咗嗰啲一帆風順、履歷上完美無瑕嘅申請者，反而揀選咗嗰啲曾經經歷重大失敗，然後重新站起嚟嘅人。通用電氣傳奇行政總裁 Jack Welch 揀選高層嘅準則，亦都唔係過往嘅成績。佢睇嘅係佢哋嘅成長空間，即係一個人未來仲可以進步幾多。換句話講，真正識揀人嘅唔係問你而家有幾叻，而係問你仲有幾大成長嘅潛力。呢個正正就係 AI 時代，你最應該問翻自己嘅問題。最實用嘅部分，點樣親手扭轉你嘅心態？好，講咗咁多，最關鍵嘅來啦。咁我哋普通人究竟可以點做？都亦講得非常清楚。心態只係一個信念，佢確實強大，但佢始終只係你腦海入面嘅一個念頭，而念頭係可以改變嘅。我為你濃縮成3個步驟，你今日就可以開始實踐。第一步，辨認出自己嗰一把定型嘅聲音。下一次，當你諗起我冇呢方面嘅天分，我唔係讀書嗰種人，我肯定做唔到嗰陣，請停一停。嗰把聲音正正就係你嘅定型心態喺度發現。第一步並唔係即刻將佢壓下去，而係辨認佢、聆聽佢。第二步，為嗰一把聲音加上一個字：未。唔係我做唔到，而係我未做到；唔係我唔識，而係我仲未識。僅僅一個字，卻能夠將一句死刑判決轉化為一條仍然可行嘅道路。第三步，更換你向自己提出嘅問題，由我今次會唔會出醜，轉為我今次可以學到啲咩？由追求證明自己，轉為追求提升自己。Dweck 曾經講過，佢本人係喺幾時意識到轉變正式開始，正正係佢第一次聽到自己講出以下一句說話嘅時候。呢件事相當困難，呢件事相當精彩。當你開始能夠面對一件困難嘅事，講得出相當精彩，恭喜你，你已經正喺度扭轉自己嘅心態。總結加行動呼籲，所以心態致勝整本書歸根究底，其實係將一個選擇權交翻俾我哋。你嘅才能，你嘅起點，或者真係並非由你決定，但你選擇用定型抑或成長嘅目光去睇自己嘅人生，呢一點永遠都掌握喺你自己手中。社會學家 Benjamin Barber 曾經講過一句我十分欣賞嘅說話，佢話：我並唔將世界劃分為強者與弱者，成功與失敗，我只係將世界劃分為兩種人，願意學習嘅人同埋拒絕學習嘅人。而喺 AI 嘅2026年，呢一句說話從未試過如此貼切。真正淘汰你嘅並唔係科技，而係你喺幾時決定停止學習。由你睇完呢條片嗰一刻開始，你想成為邊一種人，全由你自己決定。假如今集有一句說話打動咗你，或者都歡迎喺留言區打低尾呢一個字，等我知道。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類解讀好書嘅影片，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亦都可以撳埋個鐘。下一集我哋繼續一齊閱讀好書，我哋下次再見。